就先百里东军如剑仙谢轩前来求救。废话真多。你们二人合力确实有与我一战之力，若是放在平时，想必我会觉得非常有趣。但是现在，我没有这个耐性。想逃？晚了！他们已经远离虎心岛了，动手吗？再等等。太慢了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。